来看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德、国民党台北市员尹晓培涉金华社案，两个人是伫9月初5互法院裁定交保，9月12北检控告成功。台北地方法院伫今仔早起10点，搁再开羁押庭。现场上新的状况，咱连线互台记者上如加转悠。 是初步记者目前徛的所在，就是伫咧台北地方法院外口啊，遮就是开庭的出入口呢。现场会当看到有侪媒体守伫咧遮来听候羁押庭上新的发展，也有一寡国问题的支持者伫咧遮。牵涉到金华城顶案的台北前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德，也搁有台北市议员杨晓培，伫咧今仔日早起8点含9点的时阵，分别是来到台北地方法院来报道哦，就是因为台北地方法院伫咧10点开始开这羁押庭。 要针对敢有羁押的必要性来进一步厘清，也那现任的民众党党主席吴国昌嘛来到伫现场受采访，伊嘛来说明郭文德上新的状况。有关于证人的事情、证人接触的事情，主席很坦荡。他今天直接跟法官说，法官只要明确指示了，他一定会遵守。 原本初5时，台北地方法院是裁定郭文德也个杨晓培分别是以7000万，也个3000万块交保。也毋过落尾的北检是以这个有含案件相关证人有接触，也就是郭文德伫咧交保了后，也个有含民众党的陈志涵含台北市议员陈佑成有接触。这毋那是违反着规定，而且北检人嘛认为讲这有可能会有别证，也个有倒口径的记录哦，所以嘛向高等法院来提出5大理由甲控告。落尾12的时。 高等法院是撤销原本的裁定，然后伫咧今仔日要开羁押庭安尼。也那吴国昌嘛表示，针对今仔日羁押庭顶悬郭文德的讲法，伊嘛表示郭文德伊认为讲法院伫咧。 规定讲袂使接触什么证人的这个部分，应当是爱讲好清楚。另外嘛，希望讲会当调降这7000万交保金的金额，因为对因来讲，因认为讲这个金额对因厝邻的人来讲嘛是一个真大的负担。也毋过今仔日这个羁押庭到底是开偌久，目前是也无确定。为着要维持现场的秩序，所以讲警方嘛有伫遮部署40名警力来维持治安。以上是记者卢尚珠和曾俊尧伫咧现场的连线报道，所以咱镜头交等候主。